上集提到嘅菲律賓短宣籌款義賣已經喺屯門塘同深水埗塘圓滿完成啦，多謝弟兄姊妹支持，啲魚蛋、燒賣、茶葉蛋都火速就賣晒啦，真係好感動啊！我哋會繼續努力準備短宣㗎啦，請大家都為我哋代禱啦，謝謝。大家好，歡迎收睇新聞趣事。我哋今集嘅主題就係常在一起，有好多弟兄姊妹咧都有好多生活嘅點滴，我哋就帶大家去睇片啦，去片。哇，正啊！翠如，好精彩咯，嗬！係啊，我哋大家咧上半年咧都好多一齊生活啦，一齊服侍啦，我都覺得好多姿多彩啊！等我嚟緊咧都繼續同大家繼續緊密聯繫，無論喺生活上面、服侍上面，大家都要一齊啊！引着耶穌，我哋成為一家人，常在一起，下次見，拜拜。拜。